伫咧新竹的交通大学，要甲台北的阳明大学，这两间学校要合作一间新的名字，号做阳明交通大学。也因为校园外口的大门的字牌是真侪校友要来遮翕相做纪念的所在，也真侪人趁着还未换字牌进前，赶紧来翕相。交通大学学校门口的牌啊，最近新做热门的翕相景点。原来在台湾有62年历史的交通大学，今年要甲阳明大学合并，门口的牌啊，佮过无偌久就要换名，真侪这边毕业的学生拢等来学校翕相。我来了第二次，每次都看到有人在拍，然后刚刚也很多人来拍。牌子要拆掉了，所以要想要纪念一下。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就是觉得我们以前都说我们是交大毕业的，那现在突然改校名，好像又有点不习惯。老相片内底看会到过去，学校门口的交通大学4个大字真影目。除了毕业的学生一定会来遮翕相，佮有做伙对学校毕业的翁仔某，也选择来遮翕结婚相片。大概每天的话，大概从早上都排到晚上。教育公布之后，其实蛮多学生还有校友都回来因为假日的时候真的是人山人海都要排队来大家排队来这个拍照留念其实当然我想说盛况应该空前吧。用布甲交通大学4个字切互清气，佮过无偌久就要换掉啊。虽然佮有淡薄仔唔甘，毋过学校嘛是爱做好准备，迎接未来的新气象。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